顺境龙杰三八当落叶学者接着我接中古梦的白却也过路过度。对。那么一些的这空格去做的呢配备，那假设父母吃上了学不着些的学艺。今天来到了一些老师的道场，首先向诸位在家的师兄师姐们问声早安。这是的嘞。这是的嘞，等你，他，我去，那么上这边等你没了，切去要是吧？没个切去要不告诉等你那细心东国啊。是吧？对，下个月。那些是东国。哦，没错你。哦。那些怕给着那些，这给着些用的出口。那是。我们在内道佛法有一个特色，就是能够彼此沟通，彼此了知。那我们个我们什么单位呢？婆婆的，我让个我们什么单位呢？我婆婆的，婆婆没伢们的肉都不能搞出来，我怕给这些个人，错样给这年些个人，对，我呢没去需要的。就我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讲，我看待自己当然是一个藏人，在藏人的社会，我讲话。跟人家讲也，人家也能够懂啊，别人跟我讲我也能够懂，所以在这边呢，自然能够发挥就是沟通的功能。你西巴的不给基本的不给嘛，都现在个给现在你早晚的需求嘛。然后我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就只有藏语而已，除了藏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我是一点都不懂的。第就是呢，我让婆婆接受呢，如果告诉我了没大学话的，我呢没参与参考的，没大学话的。所以呢，来到了一个就是藏族的中心的时候，当然呢，讲话就是就能够完全产生到沟通的效果。因为我没得现在当给现在个没伢们的如果那告诉了。참 나랑 라 태섬사는 가 뭐이나 미는서 나랑 태섬사 거든。可是当我来到了不同人种或者是不同民族的地方社会的时候，我开始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能够符合人这个条件，因为好像沟通困难。因为他突然个告诉的呢，给就是空个搞定了的呢，的呢他。可是个的怕给这学习吧嘛，这把给其他人说了，等你过特别给你把这个压力。不过今天在这边因为有一个翻译，所以我可以讲话。不仅我可以讲话，而且诸位也有机会可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第几天了？等你俺们让我做这个，你把的做的突然间那个说了，给这个哪还有不上涨？给就了，当我可能的怕突击去学习。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能够像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具有沟通能力，要仰赖翻译的帮忙。所以首先谢谢翻译。tene ta yene yang ke jor nge ni tene tren ta nge jang tene khong sha thoma ja re la dane khong ro shi yene yang pha che ren jang bi le san di ten ten ni la
梦啊，那里心脏不冷的，梦啊，这我是有把的，哈国挺当不赢的。不过，我跟翻译今天也是头一次见面，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世界上存在着我这么一个人，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第中心的店呢，你带着给家拍摄当初嘛出用水个来的，也那样空个的呢，当初嘛出的说呢，俺了做干那用的。我讲空的大马头把的来，杨家学个头呢，学呢杂杂这个嘢。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沟通的障碍。如果他产生这种卡住的情况，他会问我，那我也会跟他做解答。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我的话给澄清。这个那些其他处的呢，给家我些呀的大头马头着我当多半的其他啥说呢？以前我最主要之类个读书国家的呢，下个特别当的，第那个是了的呢，人多吃的嘛这呢，送路呢。同样的，我们在讲课跟大家听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也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问题，我们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沟通的困难，所以大家会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会有一些疑问。也许我们可以将来安排看如何进行问答，所以请大家不要因为有点不懂或者是有点困扰，就觉得好像灰心了。看医生呢，的呢，俺那个没在的，主要之类些呢，的呢，穷穷的呢，大把的了，没在的，做把人的生活上，的呢，主要之类些了，俺搞累死他没。怎么说呢？因为我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从小孩子到现在，就不断的在进行着问答的训练，所以对我来讲，回答问题不是什么困难的事。那俺那个来那我休息也学会有，看医生呢信了会有，没信了会有。但是这饮食的什么说呢？这饮食的什么老学会有，第中心的地呢，俺搞来讲也要嘛。所以呢，我会尽量的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说明，我懂的就说懂，不懂的就说不懂。然后呢，如果大概是如此，就会跟大家说大概是如此，我会讲的比较精准一点。呢，我这个的呢，他的那个说了，我个两个了，呢，当我那个给这些呀的，其他说了大，做突发些谁呀的，他的我两个的。从我的工作职责上面来说的话，我的工作任务就是想办法把我要传达的内容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理解。那我些上边东大的，其他说西亚的，其他说个热瓦当莫啷着。对于我所讲的内容，大家能不能够领会？这个是诸位所需要去期待或者说去发愿的。现在因为上张东大的大马头发的人啊，所以的呢，给这些呢，这个呀的呢，两个当人工的呀。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需要想办法让这些难以澄清的这些难以澄清的概念能够让它获得澄清，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但呢，但的呢，拍的吧，但呢，他经常把破毛也用，刚这些因为那样，他们去了电动药吧的。去做到那么难，这玩意把讲人其他所唱嘛。今天来到这边的诸位都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是对佛法有一定的信心，有学习的兴致，跟道场还有上师们都有一定的联系的人，大家应该都是如此的。但是中心了的呢，的呢，去那把个的呢，大叔叔了，刚有把就是把这个罗上当呢，拉嘛、高吧、茶花、但多那的呢，三节节点吧啦，的呢，叔叔你出个呢，别马上把个下次要不讲着边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位在自己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尽可能的从各种方面，包括经济条件上面，为这些僧众、上师、寺庙以及整体的佛法做出贡献。这个呢，现在等你去那边，等你说出个台巴有是个他们人呢，从王学啊，当高国哲学啊，当宋朝的学啊，都说样，看你没把忙不弄这样的。同样的，诸位出自于信心，也参加了很多的法会、传法、灌顶，还有一些就是攘灾祈福的法事等等。等你等你台湾了用听一把的，现在是就没的。等你台湾了，若呢有人来用去没得水老的，等你往学他就呢打仗干菜的时候，就呢这个没都是往着我的，说打他就呢被全部亏啊要的是。等你没忙不台湾等你去就电队用去做个错嘛，都说了全部亏啊要的是你过年。那我在跟台湾的缘分，这是第2次来台了，所以对于台湾的状况虽然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对于这边的学法的环境也稍微略有所闻。听说在这边就是很多人可以接受许多的教法，好像这个教法多到可以装着一大口袋一样。就是有很多这些对佛法有兴致的人，就是有很多相关的学习的机会，这是我所听到的。要拉手，但呢，他的时候被压不来，但呢，朝王学啊，他说谁啊？他说被压不来。当然，参加这些灌顶法会当然是好事。压不来，也那样的呢，的这个高的说的呢，俺偏头有学生来话当，一起三把咱们这嘛都把个动物个对呢，我什么的呢偏头能用上些，永远别个来看过的。不过，想要单纯的从这样子表面的参与上面，就自信说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子的好处，或者有所得到启发，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要真正的仅仅从法会的表面就得到实质的教法的利益，那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今天了，对呢，大俺去，那时候了，拉嘛呗，要不都是婆要的，这但呢要不要的，但呢他说要不那一些，其他去认真样学个要的了，认真学吧那一些。过去那么要不都是跟人呢，的呢去，的说被要不学过呀的，搞全部休息了通通。所以呢，既然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上师都曾经造访，有那么多优秀的上师受到诸位的引请，一一的造访了台湾，我个人认为，在这些来访的上师跟前，好好的去学法、听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看医生呢，的呢，他那说我买不弄吧，他他妈的我买不买来的呢，忙前我买不一定啊，就我忙个弄吧啦是吧？他说了去单呢，的呢，俺去拿去的单呢，有人不差要买。大家都可以算是这个黄皮肤吧，就是藏文叫做褶面，就是红脸的人。虽然我们就是大概总体来讲，我们大家都可以算是黄皮肤的。这样子的红脸的人，所以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佛法虽然有弘扬的，还不算时间太长的。我做台湾个龙巴人呢，什么当完人呢？等你接着上节节，等把他不去当，哪怕的都不久那地都说他呢，别有人不来。佛教在台湾弘传的历史，特别进一步来说，藏传佛教在台湾弘传的历史也有好一段时日了。但呢，俺这些呢，我们看不见的，那个说了，
인지 때네 좋아 땅을 햄도 세나 딱 남자 지거리 때서 마데데리 세나 남자 지거리 나서 태빈저고 땅 때네 히말라야 저주 보바도서 좋아 절 햄도 세나 동항 자원이这个嘛呢我在寺庙担任堪布的职责的时候，我很怕那些西洋人问问题，他常常会有一种坐立难安的感觉。可是如果来问问题的是台湾人或者是喜马拉雅山脉的那些藏民的话，我根本不当一回事。강이 센나 되네 인지 뜻서 좋아 땅모 강 땅용 번에 가서라 짜네 되네 남자 제 주보 문화 자我呢 랑바 동지 그래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这些西方人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问得非常犀利，所以会让人家问到非常的害怕，然后全身冒汗，头发这毛发直竖。근데 나초 다台湾 뭐이나 다 해말레 저주 뭐이나 저거 담보 저와 깔래 가보 저거 말이라 가시 지용의 lin시 파 잡혀나야 잡순 쳐 통제치 세상로 못 당는 로로 그래 可是如果是台湾人来问问题，或者是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些人民来问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不会问，都不会问什么大了不得的问题。然后呢，你给他们随便抛一个答案之后呢，他们就说哦感恩谢谢，然后不想什么都不想就回去了。아니시나 디가 되네 가서 잡순 제세야도 소전이 대바대 야고린도 왕도 쉬야데 빼미 가르침 보래데 얘네야 드라시네 이치 당 왕도 쉬대 야야바데 그 소소는 은혜 요 그바 르딘디 되는 원솜도 펜토 요 되베 남주 공파를 용야라 디그 핀시라 토구미도 当然，我们常常在嘴巴上念叨着啊，皈依三宝啊，感恩啊，谢谢啊，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去参加灌顶啊，这些法会，这些事情当然都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如果仅仅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话，我们很难透过这些方法，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的下半的人生能够直接的产生直接的利益，或者说运用到我们的智慧。但是说啦，把남주 펜토 요바 남주 공파를 통해서 그 탑랑 되니라. 근데 지단 잠불 링크 토라 개개인 너네 배차시야 그 되니 투바세야 시다. 되니 소수가 럭바 딱게 땅네 내가 이사리 말이선 럭바가 딱게 세베가 삼바시다. 디니데 잠불은 팔모치래 요도. 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知识能力能够提升，能够帮助自己在智力方面有所增长的话，我们需要运用一些具体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增进人们智能的方法，基本上都不外是在老师那边学习，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文，要去听闻。再来呢，就是用自己的思辨逻辑去好好的加以思考。所以文思这件事情，在整个世界上来讲，都可以说是通用的一个令智慧增益的方法。근데 야간에 소그 르바세네 다 출록되라 디그 토되니라 다동 곰바세네 곰자네 남주 공발 다야셰게 태와셰게 근데 너나 야간에 달조게 출록다 르비흉록 가레셀구나 데니라 투바다 삼바 곰바데 투삼 곰숨그 구네 근데 소수그 남주 공포세야가 탑란도 而从印度传来了另外一个传统，就是除了前面所讲的运用文思逻辑的方面，让自己的智慧得以提升，还运用了禅修的方式来提升智能。所以呢，印度的教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通过文思修这三个方面，让我们的智识得以升级。 근데 다 뒤중세 스그로 근데 자가를 다데 소화 마틱부터 소라양 곰자네 근데 남주 공부하다 땅네 무시지야라 소바세야로라 다가나긴 남바 산제베 주로 자가니 송용화 되니 라양 근데 곰자네 럭바 공부하던 로 럭바 공부하다 타통로네 탐친체바서 산제주 공부 토야 다 마토고 봐 되니라 근데 남주 공부 땅야 여바 뒤 탑란데도
而就像是印度这一个运用禅修作为增益自己智慧的一种传统，在这个氛围之下，修行者他们最终也有可能产生一些神通等等的能力。同样的，那道佛法来自印度的社会，它也承袭了这样子以禅修来提升智能的传统，乃至于在证得最终的佛果之前，都能够不断的令智慧得以提升，最终成就一切智的佛果。第中心的店呢，我这样的呢，大那么参加的雅安的送教个，那么参加的去过的修不个，那么参加个，那么干啥的啊？第一个的呢，的呢，那么跟着你修个对吧？那么的送叫上去迎接的上的没做的得要把买一把，说是如把个大概谁呀？的呢，大家他们的马车把个说是如把个大概当对吧？谁把他们的牙嘛下吧？第一个团大娘是嘞呢，公家呢，特什公送个，呢，我让了有把些事古巴的北面搞清不哩的。那么我们都已经进入了佛门了，都已经进入了这个源自印度的禅修的传统当中，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也应该要秉持承袭前面这样子的闻思修的传统，在那些上师的跟前听闻教法。听闻教法之后，不要像刚刚所说的，只是说感恩戴德，然后就大概如此吧，然后就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想一下，听到的内容到底是合不合理，我们用自己的逻辑去加以分析。而且你不能够只停留在逻辑思辨的层次上，进一步的你应该要将你已经思维过的那一层法义付诸实践，这样子的实践我们称它叫做禅修。所以我们应该要以闻思修这3方面来把握佛法。呢，就什么讲吧，谁过呀？看清楚人都谁呀？个中心的看一些呢，就什么讲吧了，小下呢，呢，这话起码了，他也不差就是些个人话当不那么当呢，然呢，我让个的呢就帮就是罗松当下头，我让个就了给我些 top 的有这里什么个人话当一起怎么谁都马go吧。为什么我要强调闻思修的重要性呢？是不是说透过闻思修，我能够获得更好的来世，我能够寄托希望于来生，能够有这样子的期待跟愿望呢？或者说透过闻思修，我能够从中捞得好处，获得钱财，能够从中获得快乐的？我们应该不要把层次停在这个上面。那绿地第一个套的呢，来接完的呢，那样的呢，对我当几步有把当，接完第一个的呢，查来那当，他查来那当的对我也呢，接完什么来，我呢对你对完多少的，上些，但呢，就算讲把谁要把这个通趋势，绿地第一的呢，同样有把些，你的实际谁呀的，接完的来呀的，什么来几步有呀谁呀的，我什么都教个都。在闻思修的情况之下，当然在今生来说，我们可以让这一生的生命就得到了幸福跟快乐，来世也有可能获得更好。不过呢，如果我们仅只是考虑到这样子的轮回的生活而去闻思修的话呢，未免眼光就太短浅了。如果你去从事真实的闻思修，当然这些好处，这些事情是直接确实会发生的。呢，这个托上讲吧，谁呀？的呢，没来当，没个是就当，大家那一个就帮就有没当，托国上切中个切把早晚的里面头。当我们在做闻思修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阶级性的，它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它不分你的经济条件的有无，也不管你的地位高低的，都是所有的身份的人都可以做的。呢，说谁嘛在就上讲吧，
说是谁嘛噻？是谁呢？对了，就上广播原定的，绿定地的，我送的命个都。然后呢，重点是自己要去从事文思修，他没有特定的对象才能够从事文思修的。谁从事了文思修，他在今生当中就可以亲身的体验其中的好处。所以呢，就上广播要不去嘛，这边呢呀，对了，希望的那就看买吧，各国谁呀的，但你差着个都，但这因为上上就上广播可那就有没谁呀的，说是别种谁嘛，这一下。所以呢，而一个缺乏文思修的功德的人，他就像是一个文盲一样，没有学问的人一样，不管他有什么样其他的条件，都会显得非常的匮乏的。所以重点不是你的出身或者你的背景是如何，是你在文思修方面愿不愿意下功夫去精进。但是中心了第呢，他那个读书第等等你来呀，但呢，他20节。空运这个人要买的的呢，他怕做国用怎么的？你个，但是他的现在超肯这个什么的，因为啊，但是你怕做国用有的，但是像个这些呢，要不都说都空个干那玩那些，我讲的呢，拉手学呢，当然是不一。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今天在这边来跟大家讲课的因缘，是因为以新老师的要求在他要求之下，我来跟大家结这个缘。在此之前，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熟，只是彼此知道有对方，然后晓得说他做过哪些事情，仅此而已。那他在他的要求之下，我来到这边跟大家这样讲话。但呢，去哪怕了学什么样的？但呢，当波呢，这些学有些呢，但是多的嘛，学小把人呢，其他说的呢，落了种的话的，刚才学说，他刚才的呢，些有的，一了三波些下个的，第中间的呢，当波呢，这些有些呢，但他多都是换了学业。首先既然把大家就是邀请到这边来了，应该要先跟大家就今天的主题做一个简略的说明，让你们比较先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跟概念，之后想到说现在在讲什么了，还有什么样的内容，所以一开始先做个简介。今天有5个主题跟大家做简介。我最先就做的主理的就进来的呢，团大唐波的我当9个八大人，这话搞得有没的？我当9是吧？团大唐波的得学一。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断法。那么首先第一个主题就是我还有断法，这中间有什么关联呢？